就是。大爷，我的手机坏了，我怕你找不到我，我怕你担心我，所以我就……大爷，这里是我。菲菲，不管你怎么想我们之前的关系，但是现在我们只能是好朋友，你知道吗？我从来都不是你男朋友，现在我是她男朋友，并且很快我会成为她丈夫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菲菲，你还好吧？我很好，放心吧。你失恋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不难看得出来。你不去美容院，也不去美发店，你那个头发也是自己在家里剪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除了去超市的时候，基本上不逛商场，浑身上下的衣服都不超过200块钱。也不去书店，也不去旅行，甚至连健身房都没有去。健身房太贵了，在马路上走走也是一样的。你每天行走最远的距离就是从你家到菜市场，再从菜市场到你男朋友家。你神了？想改变吗？我这样不好吗？就是因为这样，你男朋友跟你分手了。那我改，我不想跟我男朋友分手。要想改变，从头开始，选一个自己适合的发型，让自己看起来清爽一些。梅姐，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找大宇了？现在还不是时候，跟我来。好。那个，下一套吧。换。哦，这身不错哎。真的吗？嗯，你自己看看。梅姐，这也太贵了。你还想不想追和张大宇？可是，能不能换点便宜的？服务员，把这事都包起来。哎，别，麒麟哥，就当是那天你请我吃饭，我还你的。现在我宣布，等一下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说什么来什么？你怎么还拿着刀啊？菲菲，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大宇，让他说。这么多年来，感谢你对我的照顾。
谢谢你在我最难过、最无助的时候，帮我找来了2位朋友，金麒麟、苏达美。我现在知道我的价值了，我也知道我要什么。所以这些年，我想说声抱歉。抱歉，我打着爱你的名义束缚你、绑架你。其实那并不是爱。安娜，谢谢你的理解和包容，也谢谢你能继续爱着大宇。这些年来，谢谢你对大宇的照顾。衷心的。各位来宾，大家好，我是这家餐厅的主厨白菲菲。可能大家很诧异，一个女人为什么会做餐厅的主厨？其实，在3个月前，我也只是一个只会打扫卫生、做饭的家庭主妇。所以呢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，是他们让我重获了自信。还有今天台上的2位新人，也是我的好朋友。这个蛋糕是我特意为2人准备的，我祝你们白头到老，百年好合。菲菲，希望你能早日找到你的幸福。我会努力优秀，优秀到足以配得上我的幸福。太不容易了，太感动了。你不会是要哭了吧？哭行不行？行。羡慕吗？特别羡慕，想结婚吗？特别想。好，不然咱们凑合凑合得了呗。我宁愿选择去死。